当然哦，上好嘛50年起来，50年。伊真有啊，50年。较早啦，这做2年有直直较减啦，减，但是嘛最少要9甲10甲。朝阳的农业，我正经正常做作物啦。我咧讲，有机南瓜、玉米、花生。搁有迄个地瓜，有机水稻拢专门有机水稻，较袂顺，我会拢做安尼，因为阮人后遮拢无工厂，无污染，搁即马一寡人拢对这有机有一丝仔概念渐少年仔有伫想讲这有机的方向，搁后摆咱南澳地要创一个有机的迄个专业区，无即马少年大家嘛要出外口。去做工课啊，送去伫厝里做这事，是真劳累啦。我嘛是甲阮遐细仔讲，遮囡子女讲，你拄厝里若来做事，是毋是嘛较自由？你去人食头路哪有安尼？12点伫空厝顶嘛是你嘛是爱做，你跟阿毛头你嘛是爱做。所以讲，即摆少年仔较无爱做这农业物啊，伊拢认为讲，我干嘛伫厝里吹冷气？喺办公厅趁2万嘛袂，趁3万看有影无？对农业就是讲爱有迄个信心，爱有耐心啦，才有法度去屈啦。你若无耐心，根本屈袂落。希望讲台湾人爱自律，家己种的物啊，咱家己来卖吼，互咱台湾人拢食会着，毋免定定打嘛要外销入来的迄个物啊，对无？咱台湾的农业爱做，嘿啊。